晚在街中有如心中的他，響得不停不斷叫喚人那歸家，深宵的晚風不准吹去他，他那幽幽眼神快要對我説話，轉轉身影飄飄身影默默轉來吧，對我説浪漫情濃愛我嗎？擔心的晚風不應撫慰他，將他頭髮溫溫柔柔每樣每樣放下，飛烏的晚風不准吹去他，我依依一心護着心中的他。這晚在街中有如心中的他，響得激烈一片叫喚跟他歸家，深宵的冷風不准吹去他，他那幽幽眼神快要對我説話，纖纖身影飄飄身影默默轉來吧，對我説浪漫情愛我嗎？冷心的晚風不應撫慰他，將他頭髮溫溫柔柔每縷放下，飛烏的晚風不應撫慰他，我依依一生護着心中的他。最後一次啦喂，攞嚟聽下，表演了，這晚在街中有如心中的他，兩腳激變不變叫喚跟他歸家，深宵的冷風不准吹去他，他那幽幽眼神快要對我説話，纖纖身影飄飄身影應默轉來吧，對我説浪漫情愛我嗎？貪中的冷風不准吹去他，將他頭髮溫溫柔柔每縷放下，飛烏的晚風不應撫慰他，我依依一生護着心中的他。嘿嘿嘿嘿！我哋應該俾人安慰獎啊，沈律師。沈律師仲嗨過你，係咯，最嗨你喎，沈律師。我哋應該俾人安慰獎啊，沈律師。哇！我諗今晚趕唔到落台。好 enjoy 喎，沈律師。同我唱首歌啊！俾啲掌聲。好嘅。緊張氣氛啊嘛，考下各位知唔知道咧？我哋馬上落嚟嘅獎品係咩咧？冇錯，花旗參，跟住咧仲有咧，有利是有銀行嘅利是，不過唔知有冇餡嘅。仲有咩禮物啊 ？Benny，拎嚟睇下先。唔係喎，呢個銀行嘅禮物。唔係，係填啱係嘛？銀行送啊錢啦，你可能有錢㗎，可能有錢㗎，係咪啊？有錢㗎係嘛？唔知喎，大家記後少少，跟住咧佢葉麗玲小姐咧就會頒布今日嘅頒得啦係嘛？頒得，但係首先我哋有一個最佳人氣獎先嘅。哦好，最佳人氣獎點選出嚟嘅咧？就係我哋大家今晚一齊拍最多掌聲嗰位。就等。咁律師班係嘛？OK。嚟，最佳人
人理想，咁啊，梗係有啲掌聲啦。冇話氣啊，因為跳到咳氣。唉，嚟啊！沈律師最佳係你啊！跳到氣單，跳到氣單呢個幾有型啊！幾有型，成個香港先生咁，成個香港先生咁。幫我影相啦，影相啦！啊，簽埋嚟影埋一份。嗱，仲有我啊！哇，葉麗玲小姐啊！哇，唉，等緊你節目啊！明星相，多啲揾佢做電台節目。佢有嘢講緊咯。拍下廣告。Thank you，好，多謝。多謝。跟住落嚟揾你頒獎。係咪啊？第三名先啊！調一調位，你頒。你拍。Thank you，多謝知你喜嘅老闆啊！有邊個？啊，今晚我哋仲有好多嗰啲紅利是封，有邊個做利是封嘅話，就揾阿 Elvis，我哋嘅各大銀行代表好唔好？仲有好多利是封可以送啊！